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今次賽事繼續喺沙田馬場嗰度舉行嘅，而焦點咧應該都係馬王嘉應高升，就係希望刷新呢一個連勝嘅新紀錄啦。因為佢上次就已經平咗當年精英大師連勝17場嘅紀錄㗎啦。咁如果今次咧再贏埋嘅話，佢就能夠刷新呢一項嘅紀錄。照計咧，嘉應高升以上一場嗰個姿態咁樣去睇嚟咧破紀錄咧都係應該好有把握㗎啦。另外咧就講翻今次嘅賽事，即係除咗焦點係嘉應高升破紀錄之餘啦，其餘嘅場次咧總共編排咗11場啊。咁原來咧雖然話連續幾次咧跑沙田嘅賽事啊，但係咧出馬咧都好踴躍嘅，其中咧係有8場賽事。出馬咧都係有14匹門額嘅。另外咧，今次兩位嘉賓 Double 同埋祖馬龍咧都有心水㗎。先睇下 Double 嘅心水啊，佢咧就揀咗第5場，有1號醒目高球同埋7號海鑽石，提供2匹馬。大家如果想知道 Double 其餘第3、第4嘅選擇，同埋咧其他場次嘅選擇咧，可以上佢嘅 Facebook 專頁嘅。佢嘅 Facebook 專頁咧就係打比樂 Double， 跟住咧就到祖馬龍心水啦。祖馬龍咧就揀咗第11場，佢就揀咗2匹咧都係潘明輝騎開嘅馬。首先咧就揀咗6號嘉應奇兵，另外一匹選擇咧就係9號極上沙龍，都係提供2匹馬嘅啫。聽完兩位嘉賓嘅心水之後咧，就到我嘅心水啦。我咧就揀咗第3場，呢場咧就係第5班1800米。首先咧就揀咗11號嘅贏到爆，呢一匹馬咧上季就喺谷草嗰度贏啊，不過咧今季跑落嚟咧似乎喺田草嘅表現咧仲好啲啊。喺季初嘅時候咧係一再喺呢個田草1500米就同嗰匹齊歡最樂包 Q。咁而嗰2場賽事咧都分別係有一次咧就蝕咗個場地偏差啦，咁另一次咧就喺彎位嗰度蝕位嘅，所以2場嘅水準咧都可以調升翻。同埋贏到爆今次咧，如果計個負磅咧，因為嗰匹齊歡最樂咧就加咗磅啊嘛，咁所以咧就已經計負磅方面係有權反勝翻㗎啦。仲有佢上次跑嗰場2000米，如果唔喺直路嗰度咧，即係叫做困失咗嘅話，呢匹馬根本咧就有機會喺前3名內去鬥嘅，所以今次潘頓繼續騎贏到爆，只要發揮正常啊，攞位好啲嘅話，呢匹馬咧可以坐位望贏嘅。跟住另一選擇咧就揀2號特別美麗，呢匹馬終於都出頭啦。咁而今季咧就轉咗去貴福特馬房嘅，上次咧佢贏起上嚟咧根本都係一路就走外面。轉個直路彎都好蝕位，而且個步速亦都唔慢嘅喎。翻到嚟咧，佢仍然都能夠支持到尾咧，贏嗰場賽事。同埋而家睇翻跑第3嘅暴風雷，後來上去4班可以保中到，甚至乎跑亞軍嘅夢照發，跟住再出一場田草嘅2000米都繼續入 Q， 所以嗰場水準咧都係有保證嘅。而特別美麗今次跑田草啊，不過其實佢以往田草都喺1600米入個 Q 啦，咁所以呢匹馬田草都冇話唔啱跑嘅。其他嘅選擇咧就要翻最近2度入 Q 嘅6號夢照發啦。呢匹馬最近除咗眼罩同埋綁利，最近呢2場無論谷草或者田草嘅長途賽都能夠入 Q， 咁所以咧今次咧仍然係值得睇好，因為排個3檔咧，佢可以繼續用一個主動嘅跑法嘅。跟住再補多隻咧，就係4號齊歡最樂，呢匹馬我話晒咧，季內咧喺季初嘅時候打碟喺呢個路程贏2 win， 而上一次咧就係因為唞咗成2個月有多復出啦，同埋起步之後咧佢唔能夠自己放，所以咧就唔係話發揮咁理想，有個藉口嘅。今次反而如果排個9檔咧，即係早段跑啱自己嗰個步速，能夠自己帶到出嚟嘅話，呢匹齊歡最樂跑分水準喺呢度咧都有權爭嘅。所以第3場咧我就揀咗4匹馬，分別咧就有11號贏到爆、
2號特別美麗，跟住就係6號夢照發同埋4號齊歡聚樂嘅。希望今次嘅提供咧繼續有水準啊，因為上次提供3匹馬都叫做順序，馬膽中咗，中埋 Q 啊三重彩，熱熱地都好啊，但係都叫做有收穫嘅。希望今次成績繼續理想啦。咁另外大家咧見到屏幕右上角咧就係一個會員查詢嘅 WhatsApp 電話，大家有興趣咧可以 WhatsApp 到呢個電話度噶。除咗自己訂閱之餘咧，最緊要咧就 share 出去啊，俾埋 like 啦，我哋就更加開心啦。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節目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啦。